台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其實喺人的生活當中有好多當神奇嘅事情，大家做哋來看一下哦。比如講，阿權妹一下講一個情形，係我真經有發生嘅情形，就是我有一日有識了一項東西，不過講一日我餓嘅時間，我就睇到有冇暗處，過後我就上網查資料哦，發現到原來有可能係因為我識了一項東西，韓國有個理論係有研究證明嘅哦。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先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邀請到位來賓來分享啲苗栗種蘆筍嘅青年農民分享羅彥宗分享。大家好，我係來自苗栗市嘅羅彥宗，同分享一片。莫緊張啊，強項咧全部都苗栗人啦。剛剛我一開始有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講一下，也係真經有研究發現講，係講有二色蘆筍，係因為蘆筍地度嘅有一項元素，有可能會本日嘅鵝頸鳥有一種粗粗嘅味道，叫做漢白記得。假使講係食蘆筍嘅時間，要記得沖水。唔過講到有蘆筍，大家可能對有蘆筍當上愛啲當好奇吼，因為講因為其實蘆筍可能有濕度。唔過當時去了解佢，甚至我係唔知講誒頭擺台灣是有一段時間出產非常大量嘅蘆筍，韓國做得出口去到國外。係真件有一件事情。係到民國差唔多60年代嘅時間。啊，佢做我睇後生嘅唔知一件事啦。沒到後生嘅時間。哦，民國60年代左右嘅時間嘅到台灣嘅。蘆筍全部外銷到歐洲嗰邊去，動態量，故所嘅樣式都蘆筍王國。真嘅哦！原來喺台灣是有蘆筍王國咁樣嘅名嘅。韓國韓中嚟拿來做乾頭啊，還有蘆筍汁啊，一啲東西。係啊，因為到國外當時有人安尼。當時人安尼有食到乜嘅蘆筍汁，就台灣有聽咧。哇！因為安尼蘆筍係一隻當昂貴嘅食材。當昂貴嘅食材。啊，國外人當時人拿來安尼煮汁來食，叫做將台灣將有買到啲咧。係啊。原來係安尼，因為其實蘆筍對人來講，一種唔係像彥宗講嘅像這麼珍貴的東西，就像平常時可能你市場買得到啊，而且蘆筍汁沒食得到啊，因為一下台灣嘅蘆筍有差不多80%，係靠國外進口而來，嗰就因為一下人工，還有工種嘅人嚟變少嘅。就變到蘆筍，一下就貴起來。對。食的人咪較少一啲。哦。人家就國產的蘆筍來講嘅話，栽種的人很較少。很較少。故所就很算高級的食材。還是算高級的食材。唔過我聽講，彥宗嘅親戚有頭擺有人真係種蘆筍嘅。哦，我依家都種花嘅姐夫寄床。係。哦。佢講佢細時節，佢都3點人4點人，佢爸爸係媽起來，開始都割蘆筍。哦，佢爸爸就講割蘆筍啊，就本濕口。濕口。哦，60年代嘅時節，濕口結太嘅了，係啊，佢樣式伊外面可能就5角添咧。哇！古時候像聽說割蘆筍，因為就做得幾樣事拿到濕口嘅人用錢。係啊，割社會時節咯，係啊。哇！古時候頭擺真件係出口非常多嘅蘆筍可能要促成台灣某部分經濟的起飛啦，對不對？唔過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其實蘆筍吼係有分品種哦，有當到無樣樣嘅品種。像我今日節目現場嘅就看到一個，我從來冇看過紫色嘅按樣嘅蘆筍，今日也有帶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大概嘅蘆筍有按到哪幾種品種？一般市面上看得到嘅，差唔多就係白蘆筍。白蘆筍啊，綠蘆筍紫色的蘆筍。紫色的蘆筍，嘿，而家電視頭前大家有做得看到呀，紫色的蘆筍，係唔係當貼片？其實我從來冇食看過，韓國佢看起來
广，伊像较粗较大。嘿，伊看起来较粗较大，不过伊食起来伊油伊嫩，嘿，又甜。嘿，也毋过也品种来讲的话，其实会算外国的品种。外国的品种，就唔系台湾的品种。哦，种的人咪较少一些咧。种的人咪较少，韩国也可以加是多贵哟。古时候也系钓出些紫色的安阳嘅芦笋，嘅白色嘅芦笋哦，我咩冇看过白色嘅芦笋。白色嘅芦笋啊，吼，因为一下人工较少，加上就係講較無安尼人工安尼去做，因為曬到日頭啊，吼，就佢就會轉綠。哦，古時候拍攝個蘆筍就係本來甜定嘅蘆筍，有一啲嘅像那個宜蘭的三星蔥有沒有？佢到奶底度就會拍嘅，佢離開土的表面，佢就可能會變強色咧，係咁樣嘅意思。哦，拍蘆筍嘅話，佢就會用葉嘅方式。要用葉的方式讓來摘取，葉摘取睇嚟以後土又會爽轉去，嗰時候就當飛拱啊，當飛拱嘅一隻條路，嗰時候強勢嘅綠蘆筍，佢都係假使講佢種嘅方法，係讓佢變到奶地度鹹定按用種嘅，佢可能。你攞佢掰開來，奶掰開來，割下來，佢就係拍蘆筍，是這個意思。咩按你講嘅做得？哦，原來係按呢。冇走到日頭，佢就卡拍，佢就係算拍蘆筍。哦，唔過啲台灣像按用嘅蘆筍啊，當到喺台灣因為農業非常嘅發達，故所會有當到嘅品種，比如講乜嘅幾號、什麼幾號、什麼幾號，蘆筍咩有按用本。哦，一下來講，人家就骨山嘅蘆筍啊，吼，就係台南1號、台南2號、台南3號、台南4號。啊，拍蘆筍來講嘅話，1號、2號較多人用。哦，等下也是有一點矛盾哦，因為你剛剛講，拍蘆筍就會牽到奶底度嘅綠蘆筍，做乜嘅有一本綠蘆筍嘅幾號幾號，拍蘆筍嘅幾號幾號？哦，因為品種嘅差別，你像佢可能佢牽到奶度方嘅時節，佢會較粗較大。也品種嘅差。哇，真件笨動腰呢！嗰時候也就喺農民佢想到講，我就算是採用嘅種植品種，都得種出強勢嘅拍色，唔過硬係可以想到青蒿種嘅，對不對？即係按咩係對消費者來講係一個較好嘅選擇啦，要提供一個較高品質嘅東西，農產品啊你。嗰種你自家你種嘅品種係乜嘅品種？一下就會講到台南嘅3號同4號，另外一下嘅話就係以4號台南4號的綠蘆筍。4號嘅話，佢係講佢嘅較夾出嚟筍係較粗，又較甜較油，嘅產量咩一台。對，產量咩一台。嗰時候我係選用台南嘅4號。4號的綠蘆筍，跟人嘅，因為你剛才有講到紫色嘅蘆筍應該係國外長有嘅，跟人嘅國外做嘅蘆筍係哪片來嘅？哦，一係美國嘅紫皇後。好漂亮的名字哦，紫皇後。佢特點就係講佢出來嘅筍較大隻，食起來要看起來大隻，不過佢食起來咪唔會粗粗。因為食蘆筍的時節，清涼，你食到嘅底度當到稀有嘛，切唔會面。對，切唔會面就會練出來。嗰時候一按粗，佢嘅清粗嘅可能比我嘅大拇哥還要粗，對不對？嗰時候其實嘅蘆筍係當粗，唔過就嚴重家講嘅係食起來當甜，完全唔可以粗當嫩。嗰時候加數價咪係。對，當歸，嗰時候基本嘅真嘢吼，對蘆筍來講，當然人可能像有食過、盲食看過佢啲都太刺眼上嘅樣嘅，基本嘅節目當中咪強樣有帶來，就會逐檔行也盤也頭，人看起來就係同蘆筍冇關係嘅啊，佢係蘆筍嘅乜嘅部分啊？也係蘆筍嘅葉尾同嘅。剪頭嘅部分，對呀，
芦笋嘅嘛个所在生出来。佢奶按你上來嘅時間，奶上來係上按鈕，對不對？奶上來上到按鈕，嗰個喏。佢開始佢會就分裂出來。是對呀，蛋糕嘅呀一粒有一點像鱗片的東西，開始上出來，上到像人數紅按鈕嘅葉唄。嘿，葉唄。哦。嘅分支啊，葉唄佢就從來。韓國嘅葉貝看起來凍漿，很像水草哎，其實很像荷巴迪路不有個水草的樣子。名義來療癒啦，所以可以種來療癒，對不對？故說像也係蘆筍嘅葉貝，不過其實大家啲側部都會有根莖葉嘛，有葉之後就要來講它的花。其實也蘆筍咩有花，東西啊你丟咋聽聽？有分公嘅同埋嘅。哦，蘆筍係愛分公嘅同埋，佢有分公嘅同埋，一般來講嘅話，馬嘅叫做嘅結子，叫做嘅結子，咁樣因為也蠻有字啊，對，嗰時候帶公嘅呀，蘆筍嘅廣哇，好，當貼片，嗰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吼，唔但請我來同大家來分享蘆筍嘅相關嘅知識咯，了解到蘆筍喺台灣有哪個品種，甚至喺國外有哪種品種，韓國了解到有蘆筍佢生嘅方式，佢嘅外表係用嘅，唔過等下韓我同大家來分享蘆筍嘅好味事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紹介蘆筍。韓國家下有看到吼，其實蘆筍佢筍生出來以後，生出來嘅葉貝啊，其實當貼片看起來係嗰種很療癒的用誒，對不對？韓國係廿個葉貝係一條咁樣嘅，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蘆筍廿個咁樣嘅植物，佢係乜個類型嘅植物？佢算係沙漠型嘅植物啦。哦，因為沙漠型的植物，佢可能就是要減少水分的蒸散，故所佢嘅葉貝會佢針葉型。哦，針葉型的葉貝。哦。故所佢較適合用沙嘅體來種伊。沙嘅體。用沙嘅體來種伊，佢當減嫩水嘅甜啊。哦。故所家下還有講到亞蘆筍，其實有分公嘅同麻嘅，不過啲當到太自然嘅作物當中，可能係分公花、麻花，不過蘆筍以上冇共樣哦，佢係一條係公嘅，一條係麻嘅，係一種意思冇？係，佢一條係麻公嘅，一條係麻嘅。我用嘅結聽，哪一條係公嘅，哪一條係麻嘅？佢太自然嘅力量嘅就。嗰時候可能共樣人按樣嘢下去。有的位就生出公嘅，有的位就生出麻嘅，係按樣。係，嗰時候就係講一下種嘅花，就係講要用種嘅同用點子，要用點子嘅，有種用嘅，還有留母豬嘅方式。哦，冇用嘅方式做，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哦，你像我那樣仔細嘅蘆筍來比喻一下吼，你看呀，腦背有一皮，蛋糕咩有像一皮嘅，又係蘆筍嘅乜嘅構造啊？佢係夾鱗片。鱗片，也係蘆筍的鱗片。嗰時候都中國人都講嘅，也係龍鬚菜。其實我講嘅龍鬚菜同英講嘅龍鬚菜冇共樣。我們說係龍鬚菜係那個香鹽瓜絲。唔過其實我講蘆筍按到龍鬚菜，所以因為有像這樣鱗片，還個又重一條誒。對。哦，原來也按到鱗片，大概就唔點用嘅鹹呀蘆筍的這個構造。對。故說像你剛剛講到嘅呀，蘆筍吼要按到種當貼片嘅內容，愛同大家來紹介。唔過還係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像呀蘆筍，基本嘅帶來係呀一節，到太自然當中，呀蘆筍上來就會上到結果，也係講呀條味道愛防偏菜啊，為了佢控制嘛。幾千個嘅話，佢就會上到180公分。哦。幾種高嘅呢？唔過上到很高唔好管理，
風一大嘅話，可能佢就搖到叫會東南之里。哦，嗰時候差唔多120公分嘅時間，然後就會顯去窄線咧。120公分，就會顯去窄線咧。哦，冇比打向上漲上去。哇，其實看到也規片嘅相片也看到嘅規片嘅按用嘅蘆筍田，你看那現在這個唔係種乜嘅東西啦。對蘆筍無了解嘅話，按用漢白就啲嘅，基本嘅長知識。不過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啲台灣嘅農作物都有啲固定嘅出產嘅時節。嘅像要蘆筍出產嘅時節，啲台灣差唔多係乜嘅時間？蘆筍咧採收嘅時節，差唔多就係從春天，來春嘅時節，一直到寒天嘅時節。其實按用。對，佢出產嘅時間冬草，都係採冬韭。佢算係溫帶型嘅植物，佢氣溫來影響佢，蒙態嘅，差唔多14度以下，佢就開始療，佢就唔會出筍。做唔得太寒，啲台灣可能就一些些嘅時間，有可能低於14度。低於14度嘅時間，佢就開始療，佢就未會出筍，唔過出來凍燒。越硬越好。差唔多35度以下，佢就應出筍。難怪，因為國外出產嘅泰最大宗的國家就係泰國，因為佢凍熱，青色下蘆筍來上。嗰時候佢1年4季都有蘆筍做得進口，剛剛有講到8%，對80%全部都有出口。對台灣。嗰時候其實像按用嘅蘆筍啊，啲老婆因為摘蘆筍的時節，因為俺媽媽沒有種一些些的，可以就按樣一條一條摘，因為佢種東西嗰時候就摘，按樣就好誒。正式來講，專業嘅應該係按用嘅老師。菜樹。對。人家就差唔多就係早晨頭差唔多6點啦，日頭啱啱出來冇按嘢的時間。做乜嘅愛按冰啊？因為日頭出來凍嘢啦。原來係按嘅。可能到嘅時間就是夏天，拿啲就細細涼嘅，然後就拿到一隻盤咧，開始割。一條一條割咯。涼嘅喺90度，差唔多2公分咧，就把老給割下來。安尼就當簡單菜蔬啦，唔過就一條一條割，當飛果。真嘅。唔講假使8點人去割嘅話，割到10點可能也是。真嘅，跟難怪員工要蘆筍係按珍貴嘅食材。嗰時候節目當中，阿喬妹做得來食蘆筍了，韓國人係做得食到吊菜食紫色嘅蘆筍。嗰時候也就來試食看呐。一般來講，你建議食蘆筍嘅時間，我對呀頭節可以試食，係係呀米節可以試食。建議嚟講嘅話，從頭節開始食。頭節開始食做得常識。做得，真的要改呀！真的。我冇常識過呢，一係真嘅體100常識。其實常識嘅蘆筍同煮過嘅蘆筍味道冇差當多。像係有一些些爽嘅味絲。有一些草味。對，韓國。蘆筍超多水的耶，我一咬嘅水就倒到窗外滴出來，咁樣誒。因為貴山嘅蘆筍嚟講嘅話，因為凍新鮮，嗰時候你食起來擦滾，一咬一吃，凍甜。我冇想到蘆筍上色係按好食嘅味線呢。係啊，佢本來佢就做得做生菜沙拉。蘆筍係有看到人家水滴出來嘛？原來它一冰嘅蘆筍嘅水就全部就滴出來誒。係啊。對。然後嗰時候就新鮮嘅貴山蘆筍，凍好食，凍甜。冇唔錯，韓國其實像按用嘅蘆筍啊，一般來講，你按用一條嘅蘆筍種啊下去，佢做得上幾久？一般來講，差唔多新年嘅係冇問題啦。都國外有文獻啊，你講做得中醫是人嘢冇問題，好開估嘅話，一般來講嘅話，人家就做得中凍久啦。
20年。我好好的古的花，其实做得上长久。哇，古时候像你刚才有讲到，像芦笋其种的方式有当多种，刚才有讲有3种，再个同大家详细少见一下。第一种係點燃嘅，就係燃，用落去，點燃嘅點下去，佢就比起㗎。用燃，我生出來差唔多1幾久嘅時間。我嘅夢叫嘅，我嘅差唔多咩7、8陣嘢咧，佢要較久一些咧。像按用嘅植物來講，菜類嘅啦，吃到有較久到呢。係有較久了。不過唔可喺邊做得真久咩？沒係，你要把它當成像果樹的概念。聽呢種嘅話就係去苗種場買用嘅，買用嘅出嚟進嚟種。繼續較久一些咧，差唔多就係差唔多4陣嘢到半年。跟工人的栽培管理，栽培管理的方式嘅差異性嘅。第3種嘅話就會用母株的方式，然後下去栽種，差不多也是4個月左右。母株的方式係講比較講像你呀，生出來嘅根頭指甲。有塊根，它是塊根哦，也有塊根，佢就像竹嚟講嘅，竹頭，像竹頭咁嘅。直接攞佢塞到人嘅內裏度開始種，按你割嘅方式可能就冇傷到佢嘅母株，就係割完愛嘅嫩嘅蘆筍嘅部分，剩嗰半繼續生。對，嗰時候就有3種方式，下一種半年係用聽一種嘅種養嘅方式，種用嘅方式啊，伊嘅話差唔多就4陣嘢到半年，就做嚟開始採收嘅。對，古時候其實像呀蘆筍啊，佢應該講蘆筍就像它做乜解要很多筍，我嘅理解方式可能就同竹筍共樣，因為佢會緊出筍。韓國佢出筍，你係講踢滿雜，佢就會落踢。古時候因為佢會印出筍，佢會當時要當到皮料冇。嘅。蘆筍來講嘅話，其實佢當種水、種皮，水填皮就會印差唔多3、4年就會變一擺。所以嗰個嘅咩係功夫啦。跟你變嘅皮一般來講係變哪種皮較多？一般來講嘅話就亞政府開始有做推廣友善耕種。嗰時候用有機皮，落一些嘅複合式嘅肥料，下一筆本蘆筍色，安尼把蘆筍就叫做上到豆漿安尼。原來係安尼，因為其實像一般人對蘆筍來講，生咩冇聽到豆漿色到，因為台灣嘅菜太多誒，你唔可以講聽錯講我愛去食蘆筍。古時候對蘆筍嘅了解真係係多少，今日嘅節目當中就同大家來分享。唔單唱了解到吼，像呀桂山嘅蘆筍沒有暗號嘅明星，因為大家可能就會想啊進口的比較好啊，桂山的可能有當貴啊。不過其實冇聽錯，因為啲台灣食到桂山嘅蘆筍，唔單唱做得食到清奇嘅好味是韓國嘅品質又係輕保證嘅。對不對？今日節目當中就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哦。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好同大家來分享蘆筍。剛剛上一段節目當中，阿權妹有直接上色蘆筍，才發現哦，原來蘆筍上色係暗紅色，真嘅係同我印象當中完全冇共樣。我印象當中蘆筍可能就係炒一下嘛個肉啊，炒一下嘛個蝦公啊，從來冇是按用直接上色過。對，原來係暗紅色的，不過根本也好嚴重，還有帶另外一種料理嘅方式，係用也是很簡單的料理，就按用沙比下誒，就到通過就好，通過就好誒，就拿起來，還夠加一點點這個沙拉醬，對不對？也係用乜個醬？今日同準備嘅凱撒醬。
冻嫩呢，好好吃哦！我中意按用生，故说其实就按用一点不会多哎，所以说按用像凉拌的方式，就会吃到很清爽。对不对？又没有负担，还讲你蛋糕，迄个我想要加凯撒酱，里面都得加其他的酱啊，很好吃哎！而且你一舔是加扁扁的，就知道哇，好好吃哦，好清爽，好解热的感觉。都懂简单食，又好料理又简单食，生意那边好食。对，因为扁扁啊，苏烘做的就做来吃讲哪一食，健康天时健食，像吃零嘴一样。对，唔讲像呀芦笋哦，一般来讲，今日带来凉拌的做法，跟你还有建议大家做的用乜个料理嘅方式来处理芦笋。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就妈妈咪做的像简单料理嘅吧，拍一下蒜头的，拍一下蒜头的，然后吃下下去爆炒，安尼就做得了。加一些红萝卜，伊配色，想要设一些牛米，你就变一些牛丝啊，伊咪做得。那当然，大家咪加适当的就会加下工啊，安尼提升它的鲜味。安尼简单的料理啊，冇错。不过爱吃到其实像按用芦笋基本单就做得上色的东西，但条件尽量用比较单纯的中餐的方式来做的呀。用你保证家个来源靠天气迄动强力的芦笋，你迄做得上色。不过迄假使讲你做得不用到配上地度，同个嘛个鸡肉嘛个配的时间，你就用它不用到顺吼。对不对？就懂简单，就唔是讲讲爱可能烤箱烤不熟，唔会熟哩呀，因为你就迄做得上色的东西呀，对不对？故说呀，正经迄。简单料理超适合的食材，冇错，做得是。冇错，懂简单就做的料理。唔讲，咩人同下来分享一下，其实中药芦笋冇按简单。中药芦笋除了刚好有讲到爱动到皮料以外，其实它有动到爱要求嘅环境条件，比如讲奶油啊呀、水质呀都。一般来讲啊，它像落雨的时间，还有水源唔好的时间。就会会造成它的病害，就会有嘛个病，金箍病，管会糟蹋，就会糟蹋，安尼话就会影响它的产量，故说个压生态的问题，水的问题，水的问题，故说就爱水质动强力的地方，水质动强力，空气好的地方。空气咪爱好诶，因为它是落一只水雨下来的话，安尼芦笋就等于水源也被污染了，就会不平安尼。迄个奶油嘅话喏，奶油嘅话尽量用沙的提啦，因为就借水会较夹，较沥水，较沥水借水夹，安尼较唔好的平海的话，佢就唔会流到土地度，不过就会像。不用皮料就会不用它冲掉了。皮料就会不用它冲掉诶。不过像你去讲嘅谈讲，你去讲迄种样嘅甜度吼，你迄做得行啊，就按照直接摘来上色咧。对。因为完全冇用药嘅。因为佢3月佢就会出一笋的东西。3月出一笋。3月佢就一摘头诶，3月佢就出一笋。嗰时候你当然都会摘。当然做一摘，冇办法用农药因为一般来讲，像你有种东西，种嘛个购置一下的安全用药，他们会抓一个期间，不要农药可能慢慢的、渐渐的被地力代谢掉。不过，当你做一摘个东西，冇可能。因为我也还有经过苗栗县政府的农业处去监管。这么严格，做到就罚钱，做到就罚钱，做到罚钱。不是我们自己也取得一张374项农药零检出，某 NDA 案的部分，嗰種我都填空，只要看到我的芦笋摘來上色，絕對冇問題，就冇問題。不過假使吃到哪一個種的，開玩笑嘅啦。不過其實就像按樣品質愛好嘅芦笋，佢都買從又係講市場力度，有上市唔會冇辦法去本講，也係進口嘅，也係講喺台灣自家出產嘅。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按樣嘅來本冇。
人家就用叶子雕出细的芦笋来开始讲吼。好。假使看热带的地方，早早的话，可能就会真口的。就会讲叫个皮早早。早早的话就真口的。哦，然后人家就没有看起来笋尖，安尼紧实饱满。安尼紧实饱满，紧实饱满就会看起来有安样圆圆，嘿，安尼薄薄嘅感觉，安尼合定的，合定的，古时候有常是系有像开发嘅，嘅有常是系品种嘅问题啦。哦，有常是系品种嘅问题，但一般来讲，千主要系讲安尼较强啦，较强，佢唔係看起來就唔會早睡，係啊，看起來就等一下，像還有啲枝幹的部分，枝幹的部分，然後就看起來咩唔會安尼糟。有常時去看到去市場有啲人會按樣當蘆筍，嘿，對。可以嗎？今後會冇啦。對，不要這麼做，好不好？太假冇按鈕。唔過，有其他方式都得來看喎。就是講，假使你看到有底部嘅糟都做唔得，糟佢揪起來，佢糟體咧。哦，揪皮揪。安尼發就不用揪嘅，佢有1%，當有可能就係真口而來，因為真口佢從比人佢過來，有咩好多隻禮拜嘅咩？啊，對耶，個蘆筍摘下來過後，因為佢會搓比人機哦。搓比人機過來哦，嗰時候當貴哦。哇，原來真口嘅蘆筍係搓比人機，因為我老豆講像按樣嘅菜類嘅東西，可能係海運過來嘅。哦，佢挺久嘅啦。嗰時候咩空運過來，嗰時候蘆筍真口嘅話。咩係航空運而來，嗰時候假使成本未高啦。對，佢按樣做啲奶嘢都幾久啊，像佢摘下來都送到台灣。哦，摘下來差唔多按你就講，像按你講好嘅啦。人家就買台灣嘅蘆筍，拿轉去屋卡按樣去保存啦。哦，做啲不用結久。做啲不用結久嘅。其實按你話買轉來，它有用報紙包一下，它有用報紙包一下。報紙包嘅作用係乜嘅？防止加水去冰箱蒸散嘅。包得呢，放到冰箱差唔多3-4日咧。佢冇馬會變質。3-4日。冇馬會變質。我適當時間拿出來，拿一隻細盤嘅，燉定嘅，大家不用水燉定嘅。按你燉定咧。做乜嘅？因為要養它嗎？因為假使佢有些早嘅話，佢會虹吸，佢會吸水上去。也就會變到車，也就唔會。又有水耶，因為可能你病咧要段時間。唔記得拿出來食。也水糟體咧，你再個留蘆筍插到水了度，可能佢水就會著上去，嗰時候嘅蘆筍食起來會更加好食。嗰個係水係較多，也係專家嘅建議呢。太講盲生嘅，從來盲生韓國按用嘅建議誒，應該早一點跟我講嘅。因為我懂好食蘆筍，嗰時候其實像按用，你種蘆筍啊，當然人都苗栗到台灣，盡量愛種輕優質嘅農產品農作物出來，將你去家吃到苗栗按當然種東西。嘅原因係乜嘅咩？苗栗嘅環境啊，乃至有乃度下合適蘆筍來種，因為全台灣其實種蘆筍嘅蔬菜咩唔單像苗栗。做乜啊？我先到苗栗來種蘆筍來講嘅話，因為就係講，到苗栗啦嘅颱風數萬萬會而來，天災嘅部分較少。對，因為一下係考慮嘅一點，因為人哋外圍啊，全部都係山啊，有很多山城苗栗，對，較冇風災，造成的損失會較少，冇錯，加上講苗栗空氣當好，水質咩當好，污染較少，佢就像講，一條苗栗來種安尼嘅東西，那。無毒 ND 嘅蘆筍，那當適合佢到一片栽種。因為你種蘆筍嘅面積其實動態，差唔多有幾多誒？一下係單槍蘆筍就8分鐵，今年應該會劈到2甲，
了解。你一下嘅出貨量差唔多有幾多？一下差唔多一個禮拜我供應出去差唔多150公斤，差唔多。哇，也係動態嘅量呢。你做乜嘅會想到講按到種作物，會想到蘆筍來種，然後一條一條割，因為你就冇會想按辛苦嘅種嘅東西。哦，因為選蘆筍嘅東西，因為佢多年生，然後從年生咧加家私來講嘅話有問題，佢年均價一次就唔會大，還不錯，唔會講像一些咧像玻璃菜啊咧，哎呀變到10粒，10克一定要10克哦，啊，辛苦，按那些東西就固定的市場，固定油你就會食。哦，真嘅好地有唔好，有中央按到嘅蘆筍，了解按到蘆筍嘅知識。今日嘅節目當中，阿權妹將做地來同大家分享，按到你看呀蘆筍上當用嘅蘆筍嘅米線，甚至連紫色嘅蘆筍，今日也未食到誒，真嘅非常嘅特別，開眼界跟長知識。嗰時候今日嘅什麼嚴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謝謝，沒什麼，各位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停定欣賞來做完通了。